放下批判，放下成見，邀請大家嘗試每日花1分鐘專注喺自己身上，令世界更美好。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靜心1分鐘，我係主持 Tanya。話咁快對上一集有1個月啦，5月、6月對我嚟講感覺好似過咗好耐。雖然目前嘅我依然待業中，照道理應該可以投放大量時間喺製作 podcast 或者喺 IG 上面宣傳。一嚟待業中嘅焦慮情緒令我冇辦法維持喺有創作或者有靈感接收嘅狀態。二嚟，其實揾工都需要投放好多時間。不過我都好感恩呢段時間自己仲有少量積蓄，可以維持生計之餘，同時嘗試一啲有興趣嘅課程或者體驗班。最近我參加咗一個叫做 TRE 壓力釋放練習體驗班。我覺得自己同 TRE 算係有一面之緣。早排我喺 podcast 提過禪修堂嘅導師曾經分享過一本書，內容主要講身體同埋情緒係息息相關。身體唔同嘅部位會記載住唔同嘅情緒，大部分嘅疾病其實都係因為負面情緒或者壓力長期累積而形成。另外有一集我都分享咗自己嘅親身經驗，算係驗證咗身體的確會保存記憶同埋情緒。前排身邊有朋友上咗 TRE 體驗班，分享心得。當時嘅我其實唔知係咩嚟，只係覺得成個過程聽落去幾得意喎。之後因為某一啲原因，我用 AI 問療癒海底輪可以有咩方式，佢其中一個建議就係做 TRE 練習。今集想探討嘅主題係到底咩叫 TRE？ 持續練習做 TRE 對我哋有啲咩益處呢？首先 TRE 嘅全名係 Tension and Trauma Releasing Exercise， 中文可以譯做壓力釋放練習。呢一套練習係由壓力創傷專家 Dr. David Bercelinger 發明。事緣當時佢喺戰地做支援工作，有一次大家為咗避開空襲而匿喺防空洞，佢發現在場嘅小朋友身體係會有 shaking 抖震嘅反應，而大人係完全冇。後尾佢發現呢一種反應其實係動物透過身體釋放緊張同埋壓力嘅一種自然機制，同時都係我哋神經系統透過呢一個方式幫助我哋身心回復平穩。當我哋遇到危險或者感到驚慌嘅時候，身體有時會不由自主咁震動。由於大部分人長期受到社會灌輸嘅價值觀影響，覺得呢啲反應係同某一啲負面特質有關，就好似唔夠堅強、控制唔到自己、個人有病、精神怪異、軟弱等等。當我哋有呢啲反應嘅時候，就會自然想去壓抑佢哋。介紹完 TRE， 咁到底持續做呢一樣嘢對我哋嘅身體又會有啲咩好處呢？ TRE 主要有幾個重大嘅幫助。第一，透過身體肌肉自然嘅抖震，幫助我哋釋放累積喺體內嘅壓力同埋緊張，繼而促進身心放鬆。第二，TRE 全名入邊有 trauma 呢一個字眼，當然都會同因為心理或者生理創傷導致嘅深層情緒有關。佢已經被證實咗可以幫助減少 PTSD 嘅症狀。長期透過呢一個練習，有助促進情緒癒合同埋提升身心嘅平衡。第三，佢有效放鬆神經系統，減少入睡困難，同時提升整體嘅睡眠品質。第四，可以加強同身體嘅連結，提高對身體感覺嘅敏感度，
幫助我哋管理情緒同埋壓力。第五，透過放鬆肌肉或者筋膜，可以舒緩因為長期壓力或者姿勢唔正確引起嘅不適或者痛楚，同時都幫助我哋緩解某一啲慢性疾病。聽完係咪覺得好神奇呢？可能有啲人聽到呢度會問：啊，咁既然我哋一直長期壓抑咗呢一個身體自然機制咁耐，想再幫佢 build up 返，會唔會好困難㗎？答案其實係唔會嘅。TRE 嘅課程主要就係教我哋點樣可以透過安全又溫和嘅方式去啟動返呢一個自然機制，所以我哋其實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另外，當透過長期練習加強同身體嘅連結之後，想隨時隨地幾時震都得，非常之方便㗎。喺我臨上 TRE 體驗班之前，咁啱都有幸睇到 Valentine 1年前訪問卓韻芝條片。咁話說，卓韻芝曾經喺芝加哥修讀腦神經科學，當中佢都透過呢一樣嘢簡單咁樣講解關於腦神經系統同 TRE 嘅關係。我會將條 link 放喺 description， 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睇下㗎。另外，有興趣想知我喺邊度上 TRE 體驗班嘅朋友仔，都可以透過留言或者 IG DM 我查詢。今集就嚟到呢一度，記得唔好錯過陣間嘅靜心1分鐘環節啊！靜觀1分鐘。歡迎嚟到靜觀1分鐘環節。如果未接觸過靜觀嘅朋友仔，建議一開始可以選擇喺比較安靜嘅環境下進行。透過靜觀，我哋會有意識咁將專注力放喺觀察自己嘅呼吸上。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呼吸好凌亂啦、急促又或者唔暢順嘅。當你靜落嚟嘅時候，你會感受到呼吸嘅唔同狀態。呢段時間，你嘅腦袋會不斷出現好多零碎嘅思緒，企圖阻止你靜落嚟。我哋可以想象自己面對一條高速公路，而每個思緒就好似一架又一架嘅車喺你面前經過。我哋只需要覺察佢哋嘅存在，再讓佢哋默默地經過，慢慢將專注力放返落呼吸。陣間你會喺開頭同尾段聽到一下鐘聲，分別代表開始同埋完結。而家請各位做深呼吸3次，鼻吸，口呼，再嚟多次，鼻吸，口呼，鼻吸，口呼。
恭喜你完成1分鐘靜觀，希望呢1分鐘能夠為你帶嚟平靜、快樂、自在。感謝收聽到呢度嘅各位，歡迎大家 follow、subscribe、like and share。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一日，我哋下次見，拜拜。